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讲嘅，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电为了并绿色能源、持续发展太阳能加风力发电，现在进一步伫台南七股加将军的盐滩地，运用48万片的光电板，打造全国上大的地面太阳能供电厂，预计一档会当有2亿度的发电量，将提供5万个家庭规档的用电，相当可观。这几年来，政府积极发展太阳能发电，希望为台湾提供环保的能源。其中，台电公司也朝向着2个方向来努力。现在，伫台南七股甲将军，总共214公顷的废弃盐滩地，打造全国上大的太阳能供电场。这个案场所使用的设备，全部拢是台湾本土的业者所打造的，是 MIT 绿能产业链的重要成果。31号下午举办启用典礼，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也亲自出席主持。这个案场预计会使生产2亿度的电，也将会使提供予5万个家庭1年的用电。这个案场每一年可以提供给国家、给我们的民众有5万户的用电的需求，所以未来台电公司会持续不断的努力，让这个案场用更科技化的管理。我们准备导入无人巡检的飞机，我们准备导入更多的科技化的这种修复的服务，让这个案场发挥最大的功能。整个都用国产化来把它做成，那这个做成也是有相当好的一个示范效果，让大家可以看到台湾自己的产业做的所有太阳能面板的所有的设备呢，都可以做到最好。好，那因为这个是盐滩地，它会常常会有浸泡在盐水里面，所以它的防腐蚀的效果一定要做到非常好，才不会降低它的效能。会中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也以颁发感谢状，予协助的单位甲辛苦的工作人员向因表达感谢。同时，院长也强调，现在能源的发电已经正式超过核1、核2的发电量。我们用全部的国产，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克服了最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样的力能发电，在前几天已经超过核1、核3部机组的所有的发电量，可见我们只是不懂得珍惜老天爷给我们的，而我们开始懂得努力，大家一起协力。市长王伟霆强调，中央甲地方合作推动绿能，定定会拄到挑故意来阻挡，或者是用奇怪言论来造成推动困难的有心人士，但是市府拢会全力来支持发电。在台南得天独厚，可以发展有全国最长的日照时数，可以发展太阳能。可是还是有人，这个用许许多多的似是而非理由来阻挠。那这阻挠的背后，当然有一些原因的。其实地方的民众都很淳朴，我们也愿意跟地方民众沟通。但是如果民众被有心人来这个误导的话，坦白讲，这个是我们很困扰的。所以说，不管在地方政府的层级，或者是在这个推动绿能、支持国家政策的立场，我们都会全力来支持。这个案场除了提供丰富的发电量以外，也将会带来每一年11.4万吨的减碳效益。经济部也表示，七股区伫6月份的时阵，也阁有规模更较大的供电厂来完工，到时阵也将会为台湾带来更加丰富的发电量。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为应用少子化，并且提供家长养饲加教育支持，市府积极设立公共托育家园，希望提供安心专业服务。目前社局伫台南已经设立7位，1号上午市长出席当区的甲办仪式，也强调朝向37区各区拢有的目标。这栋由活动中心所改造的东区联合公共托育家园，已经是淡市第7处。上午社局选定儿童节进前举办启用典礼，嘛算是为当地幼儿献上礼物。请揭幕台南市东区仁和公共托育家园欢庆开幕。
会中市长吴伟铁甲立委陈天辉等7位议员拢到场见证，希望伫中央前瞻计划支持甲地方合作，伫公部门甲民间的共同努力，提供家长会当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那未来3学校有游泳馆，可以协助从结合社区，对社区开始，因为社区甲咱是上接近的。当愈接近的所在，咱会当互咱的爸爸妈妈将咱的囡仔，甚至咱阿公阿嬷，将囡仔会当寄做伫咱的社会系统的这个组织内面，咱会当去安心吼。会中市长表示，为了照顾幼童，一定要有合法专业的幼保人员甲优质的环境。一旦发现托育的市场有违规，一定是依法严肃来处理。嘛强调每一区拢朝向有公共托育家园的目标。我们希望说这个公共托育家园能够在广设，而且要增加。希望说台南市37个行政区每一区应该都有一个那我们也希望也朝这个目标而努力。那希望说有服务更多的孩子，服务更多的家长，让更多的家长愿意更愿意去生养孩子。那也提高我们对于这个幼儿之间、亲子之间的一个服务品质。小局表示，一直到2月底，台南市连教2会幼稚大约35000人。今年8月开始，配合中央幼儿津贴，将提高到3500块。托育的补助嘛增加到7000，而且明年也搁要增加，希望减轻家长照顾甲经济负担。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台南市义长杯篮球比赛伫将近500盆的精品篮花当中，选出总冠军、义长奖甲分区的冠军等奖项以后，目前所得奖的篮花，才伫议会1楼大厅展出，相当的水，欢迎民众把清明年假做回来欣赏。由台南市议会主办、篮艺协会申办的台南市义长杯争奇斗艳篮花的比赛，经过18位评审的评比。总冠军由一支球阵开满8成，超过数百垒的春石湖，获得议长奖的总冠军。议长郭信良表示，这届参赛的篮花非常的特别，每一盆拢是难得一见的精品。500垒，500垒，另外规个呢，第一圆，这是足难得看的，所以他会得到冠军。应该说没有看过呢，这么的花开得这么的密集。这么的真的是很好看的。这次一展杯的兰花展呢是比较特别，就是每株的兰花都是这个养兰的专家家中的珍藏的精品，很少展出，都到这个时段才展出。所有的兰花都是在兰花界兰花中的兰花，精品中的精品。有时候一生之中都没有看到的兰花呢，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的大饱眼福。我保证，所有的全国的民众。几乎很少看到这种兰花，人的一生当中呢，要看到这么的兰花聚集在一起，真的难能可贵。希望全国人民都能到台南市议会观赏兰花。除了选出议长奖，另外还有金水奖，以及各分组的总冠军加副总冠军，种类非常的丰富，有卡多利亚、蝴蝶兰、仙女兰、换代兰、加石斛兰、文心兰等。欢迎民众把握清明的连续假期，前往台南市议会1楼大厅来看兰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伫今年初完成新道路拓宽，对民众扫盲交通有真大帮助。伫拓宽以后，第一个清明节，议员林美燕上午邀集相关单位了解汽机车相关的交通管制甲停车的需求，嘛提醒民众量早应用。原本只有4到6米宽的新道路，也经过市府1年外拓宽施工，目前转线大约是12到15米宽。为了疏解拓宽后拄到第一个清明的扫盲车潮，议员林美燕上午嘛邀集市府殡葬管理所以及交通警察单位，共同伫个南都宝塔头前来会勘，希望市府做好交通管制甲规划。互民众会用个提早应用。对此，市府交通局嘛回应，相关的配套甲停车已经拢有规划。再过2天就是清明扫墓了，我们希望在交通上面能够通畅无阻，让扫墓的人能够
很快的进来扫完墓，能够很快的就是离开这个地方。第一哈，能够也可以顺便就防疫的，尽量不要在现场就是逗留啦。那在交通管制上面呢，交通局也配合了，就是我们的殡葬所，还有各个业者，包括南都宝塔，还有富贵南山，还有崇孝塔这个部分都有去做。我想今年我们看到在新都路的道路已经开辟完成，已经是4至6米的道路，现在已经12至15米的道路了。所以现在能够提供2侧的停车，将近400个就是停车位。那当然旁边也有一些就是停车场在外围哈。那这一次哈，我们希望说哈，在警力方面也好，还有派出所这边也好，还有业者也好，能够全力来配合啦。今年因为拓宽之后，我们又有公告两边可以开放停车。那依据我们的那个长度来观察的话，大概有1.3公里哈。那2侧可以停的话，大概总数可以大概停400辆左右。那另外在接驳车的部分，我们有在那个就是大成路那边，我们有那个一个免费停车场。那另外在水交社里面也有一个私人的停车场。那总共有200多个停车格，这个也都是民众可以去使用。那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呼吁啦，一方面也是建议就是说，我们富贵南山这边可以协助做一些停车的导引。我这边建议就是说，靠近我们这个富贵南山的门口附近哈，这是天都。对，天都哈，请他们就是协助一下，就是说机车尽量就是在比如说大门周边大概200-300公尺让机车去停。那再往远一点的地方，就是让他们去停汽车。才不会说机车到处停，然后结果汽车就停不进来。虽然市府进前呼吁民众提早备忘分散人潮，加上民间宝塔分散人潮，进入的民众一定要量体温、挂喙罨。虽然今仔日不是假日，不过新道路的两边也是停满民众的车辆，加上宝塔附近的道路，阁是一个大长弯。议员嘛呼吁，希望连续假期，警察局要加派人员来疏导。避免长弯的时间，造成车辆加人员的意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前阵啊，中英中俄债务发生状况，都也顺利度过上艰难的时期，而且拍断手骨电得用，现在也成立国际部。为了让咱台湾的学生会使得到上优质的国际双语教育，中英中学配合政府2030的双语国家政策，甲教育部国际教育2.0的计划，宣布成立国际部，并甲英国文化协会全球伙伴学校的联名签署合作意向书。31号举办国际部的揭牌典礼，同时由着校方来报告未来的规划。校长表示，国际部除了培养会使甲国际接轨的人才，也希望学生会使透过国际部来实现家己的梦想。我想办理国际教育，然后经营发展这个国际课程，最主要的就是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在未来的世界里边，具有这个全球移动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基本的一些思辨能力的培养。透过这些国际课程的办理，让他们有具备这些国际素养，让他们在未来的世界里边走的路可以比别人更宽广。会后，校长也带领与会人员来到行政大楼2楼，了解国际部的教室甲相关的设备，会使看到这些设备拢是上新上好的。校方也是希望为学生打造上优质的教育环境。中英中学的国际部预计伫110学年度开始招生。国中部上少20位，高中部10位。有兴趣想要了解的民众，嘛会使向中英中学来做咨询。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迎接清明嘛是大家应景食润饼的时节。其实台南真侪传统市场拢有无同的特色润饼。这回市府为了推广旺来，嘛特别将旺来顶所个9粒润饼皮，市场嘛专添到好买了市场来宣传，并发送旺来润饼，吸引民众排队排甲热闹长。
为了协助推广往来，市府经济发展局辅导传统市场的摊商发挥创意，将往来加入润饼皮，同时选定清明节来临，特地好为了市场来到宣传。市长吴伟铁甲一个议员嘛拢动手，用料好实在、新鲜的蔬果来包上润饼皮，做完以后也大喙试食，已经享受健康、轻松、无负担的润饼。先赶快享用。好，来示范过，看到，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哈？你看一口就好哈。哎呦，好吃哦，嘿。就台湾来讲，今年的凤梨应该已经是没问题。我们今天来这边是要超前部署，把这个凤梨能够进入各种食材的管道，包括凤梨酥。包括其他的凤梨加工品，还有包括凤梨炒饭、凤梨披萨。今天是连清明时节快到了，连那个润饼也可以把凤梨入菜，这个是我们的用意。所以希望说大家在使用凤梨的时候，那各种食材的时候都能够有凤梨进去，这样子不管是外销，不管是内销，不管是食材，那我们多管齐下，那凤梨自然产销不会有问题。其实，所有贵宾伫包的同时，现场社区民众听到当领免费润饼，大家拢已经排甲热热长。会后市长嘛伊发送场面相当热烈。清明食润饼是咱特有的文化，其实传统市场本来就有一特色的润饼，而且拢是用新鲜当季的食材现包现食。这回将往来搭配蔬果，嘛是要替往来搁找另外一种销路。台南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迎接儿童节，台南市各校拢安排无同的庆祝活动，其中东区胜利国小在规划囡仔办状元饼游戏，透过佚佗，互学生认识郑成功时期的历史。市长吴伟铁嘛来到现场，甲学生互动，留下美好回忆。来到胜利国小的礼堂，看到真侪学生拢一道一道咧耍18豆仔，因毋是咧跋筊。因咧耍的是叫做拔状元饼的游戏，是透过拿着18豆仔无共组合的游戏。流传是郑成功时期所发明的游戏，目的是希望稳定官兵的军心。胜利国小透过安尼的游戏结合历史，让学生对学习更加有兴趣。在我们的社会课里面，其实就当然会谈到台南的一些风土民情跟习俗。那我们在前年跟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尝试过把博饼，因为博饼其实从郑成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本来是慰劳一个将军的一个活动。那现在呢，我们把它放到课程里面之后，特别选我们期末小朋友都已经上完课、考完试的日子去实施。那小朋友完了之后，真的是爱不释手，他们根本就停不下来，就像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一样。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样子的活动成为我们胜利国小的一个传统，在每年我们会择固定的时间来办理。那今年很特别，就是刚好把它放在我们的儿童节特别活动之中，一起来举办。觉得好玩，因为可以体验以前当兵，然后想家的时候会觉得的感觉。为了欢庆儿童节，1号上午，市长吴伟铁也亲自来到胜利国小，伊甲小朋友互动拔饼。市长表示，安尼游戏并毋是咧发扬跋筊，是希望学生会使了解到每一个传统游戏背后的故事。胜利国小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学校。今天在我背后，大家看那个背板都知道是拔状元饼，拔饼。这个不是提倡赌博，这是真的是蛮有民俗、有历史、有文化上的意味的一种游戏。那所以说，借着这个游戏，一方面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了解过去他们的阿公阿祖以前他们是怎么拔饼的；一方面呢，也是把这个文化能够传承下来。那也希望说寓教于乐，在儿童节的时候，我们很多好玩的东西，基本上背后都有一些教育上的意义。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儿童节的时候，要好好的、轻轻松松的、快快乐乐的玩一下，但是也要注意安全，更不要这个到时候假期结束了，4天的假期结束的时候，还是要收心，准备回来面对应付我们这个繁重的课业。谢谢，祝福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教育局为了让小朋友有难忘的儿童节，
4月份也规划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包括活读、戏剧、展演等等，希望让小朋友的生活会使更加丰富。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保存珍贵的原住民文化资产，带动地方观光，政治大学特别甲东森集团合作，其中东森直销电商大筹备出500万，甲正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合作，导入相关的影音记录，相当难能可贵。请启动人民文化传承计划正式启动。国立政治大学携手东森集团将投入原民文化的影音记录。启动仪式中，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亲自出席，并表示，东森长期投入原住民慈善活动，为原住民学童提供的爱的早餐服务已经迈入第15年。这次将由东森直销电商出资500万元，与政治大学原住民族研究中心、金钟奖制作团队共同合作拍摄原民的文化、美食等相关节目。我们由东森直销电商EasyCare出资500万元，与政大来共同拍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的方式来合作。在政大长期以来已经对原住民做了很多的研究，那如果能够把它拍成纪录片，它对原住民的文化资产的保存跟传承是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方向。我想这个今天是第一次，我觉得将来应该可以持续的走下去。这项产学合作计划是由曾经担任过东森集团副总裁，也是政大副校长的赵怡担任幕后推手。政治大学郭明正校长全力支持，并指出政大位居台湾原住民文化研究的龙头地位，透过学术研究，让原住民从9族达到16族。此次透过学校与业界的携手合作，来深入传承原民文化。政大在这上面一直在努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一个最指标性的大学，我们绝对不会缺席。那我们一定会重视，整个原住民的这个研究教育。我们目前是南岛13个国家地区南岛论坛的执行大学。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只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我们更是南方文化的开拓者。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特别感谢政大的支持，期待透过此项传承计划，趁着原民耆老凋零、文化失传之前，能尽可能的留下珍贵的原民影音记录。之后也将透过节目的播出与宣传，来带动原民的观光文创产业发展。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以上就是4月1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